俗话说筑梦人生，可惜我是为他人之梦。这场梦中，我无法决定结局，我的命都由他人掌控。这辈子努力耕耘，最终都是他人作手。照理来说，中规中矩，努力低头做事，应该换来美好人生。但怎么，好像只有少数人能得到这种美好？当真相摆在面前时，我还能装多久？这种例行的自我检讨，只让人感到荒谬。众所皆知的秘密是，领导们口口声声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，但结果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人一生辛辛苦苦，就是希望能求得一个岗位，踏踏实实的过下去。如今，这样平凡的人生目标已遥不可及了。我不过就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这要求并不过分吧？这一生这么努力工作，